再来看昨影台铁罗南117处的自强号，因为这电车线断去，这列车怎啊卡伫咧中华民生地下道顶悬，南北向的火车拢受到影响。也在车顶的旅客嘛受困，要到2点钟。台铁是赶紧来疏散，互因沿铁基路行转去到月台。经过抢修，伫咧昨影11点外先恢复单线的双向通车，也今仔早起7点是已经恢复双线通车。还好吗？没办法啊。困多久了？有没有1个多小时8点半了。旅客真无奈，讲火车已经调点外钟的时间啊，落车了后沿铁基路直行。然后轨道比较多的时候，从左边走哦。这个事故发生在24暗8点41分，罗南177自强号因为接电经错断电线，卡伫中华民生地下道袂顶袂动，互成功到追分双向拢袂通，乘客调伫车顶要2点钟，才由台铁的人员引导行铁基路去到月台。有勾到，你那边有工具吗？活动扳手。就是它算是脱落啊，导致电线扯到了。对了，对它就是目前还不确定原因，但就是有电车线，目前你看有垂落的状况，然后后面这个电车线的悬臂后面有几只歪掉或断掉，电线这里有歪啦，沿路都有歪，然后现在还好，他们断电，让民众赶快可以下车。台铁虽成立1级应变小组，启动公车接送，同时电力甲机务单位全力来抢修。伫暗时11点14分，开复西正线高屏双向通车，东正线伫25透早7点开复通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